后来过来这件是这个火车顶有一个乘客讲电话讲真大声去互投诉，医生甲其他乘客嚷讲，家己是读法律的，无咧惊。啊，列车长到位，伊也是大声来讲话，手阁安尼叽叽嘟嘟，最后的结局是红车落车。我逻辑走不过来，念法律的人最重的就是逻辑。你不要跟我讲逻辑，你给我拿出法条出来。这查某人闭口话刀，唔插其他人客甲列车长伫正，互其他人客看甲袂做念。车顶人客纷纷用手机啊伫录影，代志发生伫昨代替111次列车。有民众伫网络写讲，这个查某人当时伫车顶讲电话，因为伤大声，吵到其他人被投诉。想不到伊开始对车顶的人大细声，讲伊读法律的无得惊，一直到列车长到现场，双方继续争。我不是懂那么啰里啰嗦的法律，你比我还懂铁路警察、列车长。不少网友认为讲，伫车顶大细声已经影响到其他的人，对列车长安尼叽叽嘟嘟嘛，真无礼貌。啊，若这台列车是驶到台中站，代替嘛该解除契约，将人请落车。应该要给列车长再更大的权限吧，就该制止就制止。那如果列车长也没办法的时候，我觉得警察应该是要跟他站在同一阵线。从小就要开始培养吧，对，或者说可能提高罚金，或是提倡可能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制止吧。铁路警察局是表示讲，依照规定受理开立违反社会法的案件，是讲当事胜利的人客无随做笔录，会阁请伊到案说明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